癌症治療迎來革命性突破。科學家打造全新 IVAC 瘤內疫苗，讓隱形腫瘤瞬間現形，免疫系統秒變超級戰隊。傳統免疫療法常常失效，因為冷腫瘤缺乏突變標記，免疫細胞根本看不見。IVAC 的神奇之處在於，它能拆除腫瘤的免疫剎車 PD-L1，並強迫癌細胞展示病毒抗原。免疫系統誤以為腫瘤遭病毒感染，立刻召喚記憶 T 細胞展開猛烈攻擊。更驚人的是，IVAC 還能讓腫瘤細胞暫時變身抗原呈遞細胞，強化免疫反應。小鼠實驗顯示，僅4次注射就能顯著縮小腫瘤，病人腫瘤樣本甚至在7天內存活率下降高達80%。這項突破不僅是科學奇蹟，更可能改寫癌症治療的未來。當免疫系統被徹底解放，癌症或許不再是絕症，而是能被控制甚至消滅的疾病。